安南区经过这几冬的治水，最近渐渐看到成效。议员王金德首先感谢市府的努力，希望防疫期间嘛会注意这波的风台。接续议员嘛为一寡小型的传统产业工厂来请命。议员表示，因为小型的传统工厂伫咧找无适当的工厂用地，大部分拢是违章。因此，议员建议希望未来伫咧7个工业区会用咧规划小型的工厂用地。小坪数，咱迄个合法的工业区，无迄个小坪数的啦，一间拢几啊百坪，几啊百坪。按这传统的小型工厂哦，因的员工头家娘，上个去请2个工啊，4、5个遮，你要叫伊租迄个4、5百坪，也无法度，无法度，因就咪咪呀呀，今仔遮互检举，伊就去刷伊别位，别位检举，伊就去刷别位，规工就是咧偷懒的吼。你讲叫因收工卖做，你要食啥？这足现实的啦吼。所以讲，伊即个经营下吼，我想咱市政府毋知有意想到这点无？所以我拢建议吼，未来咱即个7个工业区的规划，这个面积，会当超有一寡，咱拢有一部分会当承租嘛，有没有？跟议员报告哈，谢谢议员。以这个我们七股工业区的部分呢，我们特别规划了10%的产业用地哈，有将近10公顷的这样的一个面积，来作为只租不售这样的一个作为了哈。对。那刚刚议员其实非常仔细的观察到对传产这个部分碰到的问题，确实正如议员所说，我们很多的工厂它比较不像那个大型的工厂，它需要比如说400坪、500坪的部分。所以，因为旧的工业区所规范里面它没有办法用联合承揽的方法。未来我们在七股工业区的时候，因为现在还没有进行相关公告，我们会提送到委员会去讨论，未来是不是有可能用所谓的联合承揽，或在同一个基地里面，它可能有2到3家厂商。对。那当然，这个一定还是要经过入园申请。因为这个入园申请的部分是牵涉到它的行业的业种别的部分，是不是有符合相关的环评规定，还有当初工业区里面在报编程序里面的业种别。接续议员嘛关心兴德树种植的品种是不是适合来提出讨论。议员以安中路一段为例，因为橡胶树容易来串根，进前有刷除部分，现在情形也是同款。对此，市府工务局回应。市府有编的预算，请专家来检测。未来兴德树的种植会以深根、未串根以及较未得病的树种为考量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